地宣告。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人民都以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人民都以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哈利路亚！主，你是得胜的王，你是赐平安的王，你是给人盼望的主。哈利路亚！同时，你也是保护我们的主，你救我们脱离灾害，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神都会保护我们。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引领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引领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他会保护我脚步坚定，他会保护我时时刻刻保护我，我出我入，从现在到永远。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引领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引领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我
主，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最强的后盾。不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你都在庇应我们。我们心中的艰难与沮丧，你都知道。求你也带领我们跨越这个屏障，让我们看见未来的希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一个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我们再从头来一次。不管天有多黑，
赐给我们每一天有新的眼光，使我们可以定睛在你身上，不管路有多遥远，你都陪伴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攻祷。好，首先我们是感恩认罪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祷告。祷告不是功课，也不是责任，乃是恩典跟权柄。祷告不是叫上帝怎样解决问题，是呼求上帝看他怎样解决。祷告不是跟上帝讲条件来交换我们所想要的，乃是要经历他的同在，认识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起来感恩跟认罪的祷告，感谢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主，他也是公义的主，但是他也是慈爱的主。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向他认罪悔改，有新的方向，他就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同心来祷告。在今天的时候，感谢上帝，我们将自己交给在主的手中，交这一周献上，我把也在你的面前。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将这个礼拜所有在有意无意中得罪你的，我们不是只有用嘴巴来认罪，我们从心里向你承认，向你悔改，求你赏赐给我们新的力气、新的力量，使我们每一天都奉靠主的名，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是医治与释放的祷告。一起来祷告。祷告不是将重担拿去给上帝看，然后再背回来，是要将重担卸给耶稣，然后平安欢喜来离开，要学会交托上帝。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要一起来为我们的身心灵得医治，或是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关心的朋友，他的身心灵得医治来祷告。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以及患病的部位，来向主祈求，他必能饶恕，使我们能够饶恕伤害我们的人，使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主的医治。我们今天也特别为就是有四个人，就是如果我们不管是刚刚来教会，或是信主很久，然后我们还在门外的人，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踏进门内。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的老我有很多的习惯，不讨神的喜悦，可是靠着自己又没办法胜过，我们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然后第三个就是为我们中间肢体病痛的人，特别是经过癌症的化疗跟电疗以后有许多的痛苦，甚至许多的后遗症，都求主来亲自来医治。那第四个，因为我们今天是清明追思礼拜，我们特别为家里有世上的人，求主安慰他们的心，使他们重新得到主的安慰，重新来面对接下来的人生。我们恭敬的将我们的需要交托仰望主，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主，谢谢。
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你，因为你应许我们的担子是清醒的。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我们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心灵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们的灵是在你的门里面，像那个草场上的羊得草吃，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受罪恶旧的习惯的捆绑，使我们每一天有新的心、新的灵。我们求将我们的身交托仰望你，求你保守我们自己的病痛，特别是受癌症的化疗、电疗后遗症，以及痛苦捆绑的，都求主来释放。我们恭敬的将我们中间有肢体世上的交托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天上是好的无比，但是我们在地上仍然是不舍。求主安慰我们的心，使我们有每一天都有从主来的盼望。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接着为主日来守望祷告。好，一起来祷告。不是叫上帝直接赐你能力，乃是恳求上帝给我们机会培养能力。祷告不是用意志去影响上帝，是让上帝来改变祷告的人。祷告不是靠自己努力做工，乃是依靠上帝跟他同工。好，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我们一起来为主日的服事人员，特别是今天帮我们布置那个在本堂帮我们布置清明追思礼拜这些同工，还有整个主日服事的人员都求，还有招待的人员都求主赏赐属天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越服事越甘甜。那我们今天也要特别为3月24迦南教会第6任，下一页。下一页。好，我们今天也要特别为3月24迦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兼选陈柏志牧师恳求神来掌权带领，也为本主日全教会追思礼拜，上帝的平安、爱、安慰与兄姐同在。我们先一起为这2件事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的同在，与迦南教会同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恭敬的将下礼拜的主任牧师拣选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来掌权，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合适的人，能够同心协力，在主任牧师的带领下跟随主的脚步。我们也恭敬的将今天的追思礼拜，求主的平安、爱、安慰跟我们每一位兄姐同在，求主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最后来为志工队代祷，求主保守志工队的每个干部能够身体健康、家庭和乐，有智慧推动各项事工。在参与服务的每位志工，他的身心灵健壮，他在服务中经历神的大能。那求神赏赐智慧，能够推动符合社会需求的服务，以便能够吸引年轻的志工参与服务，所创新的方法能够符合人的需要，能够带领人进入教会来接受福音。我们同心的来为志工队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赏赐我们设立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成为对社区的窗口。你设立志工队，成为每个进入教会的朋友和他们一个接待的第一个门面。求主赏赐给每一位干部，他们的身心灵健壮，有智慧来推动。求主赏赐给每一个志工，在这些志工里面有一些也还没有信主，求主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健壮，在服务中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求主赏赐我们智慧，使我们的志工服务不是一年一年按照旧的方法。求你赐给我们创新的思维，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符合这个社会的脚步，更加的能够吸引年轻人进入教会，也吸引年轻的志工来一起服务。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最后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这个时候先来报告。好，首先我们感谢那个阮建民牧师本主日前来讲道勉励哈，谢谢牧师，让我们在没有牧师的中间，能够每个礼拜都有主的灵粮可以按时供应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在下个礼拜的9点半，当天只有一场礼拜，要召开临时合会来进行第6任主任牧师的拣选。那会员的名单请见公布栏。如果有异议的话，请在3月17，就是今天之前，向小会书记陈敏哲长老提出有小会补正，没有办法参加的人，请在3月23礼拜6以前用书面向小组长或是小会书记提出。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次影片。各位迦南的家人平安，感谢上帝的带领，让我在2005年到2015年共10年的时间，参与迦南教会的团队侍奉和家光教会的建造，这也是我人生当中成长最多的阶段。感谢郑正仁牧师带领的团队，也感谢迦南兄姐们热情的接待，让我带着迦南教会的祝福前往各地服事。一转眼又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当中，我深刻感受到学习圣经和传承使命的重要，因此我不断祈求上帝帮助我在牧师生涯中能把这2件事做得更好。感谢本会聘牧小组的推荐以及全体小会员的接纳，在3月初正式向新竹中会禀请拣选我为本会第6任的牧师。如果是10年前的我，必定觉得惶恐不安，生怕无法担此重责大任。但经过全球疫情的冲击之后，我更担心，若再不加紧脚步，为主做工，奠定圣经和传承下一代的使命，教会和教会的将来将受到更大的冲击。自从我2020年正式向上间教会提出辞呈之后，共收到很多国内外教会聘牧的邀请。对我而言，如何拒绝教会，比如何选择教会更感到头痛。但更担忧的是，不论是海内外教会，教会欠缺合适的传道人，已是白热化的问题。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是合适的传道人，而是我看到太多的教会没有把心力投注在学习圣经和传承使命上面。因此当牧者离开之后，许多教会没有传承，
几乎空转，实在是相当的可惜。我很希望能和大家更多分享我的领受和感动。如果是合乎上帝的旨意，也合乎大家的期待，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在同样的目标上面来前进。如果不是合乎大家的期待，那我们也可以彼此的祝福。上帝国服事的道路是非常宽阔的，祝福迦南教会能够顺利选出合上帝心意也合适迦南教会的牧者，也祈求圣灵的带领，让使徒行传能够继续在桃园迦南教会写下新的篇章。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好，请大家告诉大家，下礼拜一定要来拣选。好，那接下来我们3月24下礼拜天的下午要继续的召开长执会，请各单位在3月20之前提出报告资料，并预备心准时出席。如果有不可抗力的因素无法参加，请在长执群组里面请假。好，接下来我们今天是全教会的清明追思礼拜，然后在旧堂本堂的2楼礼拜堂有布置兄姐追思的亲人照片，以表慎终追远之意，愿主安慰兄姐思念亲人的心。所以我们这边结束礼拜以后，兄姐就可以移驾到本堂去献花致敬。好，接下来请各位会友在会后诗结束以后再离席，以免影响默祷时的安静。谢谢各位。好，接下来那个第2季的服事表初稿已经在那个教会1楼的公布栏电子档建同工群组，有问题的话请教崇拜部简忠义长老部长。好，接下来那个阅读图书馆邀请大家一起寻找文字之美，让上帝的话真理刻在心版，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好，再广告一次就是从你开始借书的那一天开始算，3个月里面有借阅5本的话，会赠送全年礼券200元；借阅4本是礼券100元。然后有分享心得、上传周报的话，刊登周报的话，再增加100元。好，那他会在401图书馆的话，会有那个借阅排行榜。好，那接下来今天下午1点，在402教室召开传道部会。好，接下来今天还是有那个大扫除，今天是第1区，谢谢兄姐维持教会的整洁。好，接下来这个很重要教会儿童的牧区5楼、6楼的场地装修美化工程，从4月就开始4月到6月16为止。那其中5楼的500、501这2间教室，以及6楼的全部场地都暂停使用，那造成不便，请见谅。所以如果平时是在这2个地方、这2楼聚会的，请妥善的安排4月开始。好，接下来我们的儿童牧区的话，会在3月31举办复活节 Special Agape 出死入生活力购的活动。那内容有诗歌，好，下一页。内容有诗歌故事、闯关游戏、复活节彩蛋、鸡蛋糕、共学共玩等。邀请3岁以上到6年级的儿童，鼓励孩子邀请你的朋友、邻居、同学一起来报名。那详情的话，请见那个活动的 DM。那报名的话，请扫 QR code， 或者是向儿童牧区各班的老师跟同工报名。好，接下来
社区干事银如从3月4号开始请假，那休假的期间请与心仪还有那个易凡来联系。好，接下来松年大学从上礼拜1就开始开学注册，欢迎年满50岁以上的兄姐报名注册，加入松年大学的行列。好，接下来，那社区干事陈银如姐妹，她于礼拜53月15平安产下一个女婴，名字叫李恩宇，母女均安，感谢主，愿主赐福新生儿平安快乐成长。好，接下来是来宾介绍，我们今天有2位新朋友哈，杨小兰跟黄杰。好，嘿。好，那他们的介绍人是写路过，那我们希望路人可以很快的成为我们的家人，哈，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那接下来是金句，好，我们一起来读2次，来。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你平安。诗篇122篇8节，再一次。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你平安。诗篇122篇8节。好，接下来是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天父上帝，我们要为了每个礼拜都能来到主面前来敬拜主，献上感谢。主，你是掌权的主，你是教会的头，我们要将迦南教会前方的道路交托在主手中，求主来带领。主啊，下个礼拜天24号是教会圈选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的大日子，求主保守一切顺利，也求主带领迦南教会前方的道路。现在我们要献上时间、金钱及才能，让主来使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圣经，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记载在诗篇122篇第1节到第9节。第1节，有人对我说：“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那时我多么兴奋！现在我们来到这里，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耶路撒冷是一座重建的城，既整齐又和谐。各支族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都来到这里，照着上主的命令向他献上感谢。
这里有伸张正义的宝座，大卫王的后代在这里审判人民。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愿爱你的人都兴旺。愿你城里有和平，愿你宫里有安全。为着我的亲友，我向耶路撒冷说：愿你平安。为着上主我们上帝的殿宇，我要为你祈求幸福。好，接下来是请阮建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在你门内，在你门内。人做室内设计的人画了教会的空间，然后一格一格一格，有第一格，有第二格、第三格、第四格、第五格。你知道，在那个1992到1994那一段期间，我印象中应该是1993年，在增建礼拜堂的时候，那个一格是1万元。然后很有意思的，大家就会认线，认线完之后，有的人在上面，有的人在下面。有一天，大家就在看，将近3个礼拜的时间。就把所有建堂所需要的那些格子，大家都填满了。然后就在聊天的时候，有人讲一句话，我们大家哄堂大笑，因为那个一格一格都贴上名字，很像纳古塔。你在我上面，我在你下面，然后就在那边就在那边开玩笑。如果这个纳古塔是在天上永恒的天家，那才是最美的见证。在地上都只是过去。过去的人，他们对迦南教会的付出，带着爱。今天早上我开车进来的时候，到停车场的时候，就在民族路要转中华路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推着轮椅，然后我看一下，哦，李秋红长老，你们认识他吗？90几岁的老阿嬷，他的家族的人，他的后代还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服侍。我看到秋红丢了爷外佣推着他，然后过马路，我心里面觉得说，哇，一个这么年长的人，还是在做见证。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看到一个老前辈，他还是礼拜天穿着整齐，你知道秋红丢了就是打扮的真的是很棒，即便坐在轮椅上，他还是穿着的很得体，是得体，不是英文的 dirty。你知道，有的年长者就不再注重外表了，他的形象了，这是台湾过去的文化里面，有些年长者就会怎样，失去了该有的道德礼仪。但是我在迦南教会的长辈看到他们仍旧看重往耶和华的殿去，那样子的尊重
穿着，即便坐在轮椅上，还是很专注。这就是信仰见证，因为他已经在上帝的门内。信仰的群体就是一起在这个教会的门内。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这边的地址几号，但是我记得迦南教会的地址是桃园市中华路49号，但是现在已经改成桃园市桃园区中华路49号。这是一个上帝的门内的一个地址，是一个福音传承的历史。更重要的，这是一个每一天这个教会都在祝福着弟兄姐妹，因为有你，我们才会祝福。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苏秦长老带我们一起读圣经，用起印的方式，但是在读上帝的话语起印的过程，代表台上台下一起用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充满在圣殿里面。因为上帝是最高的主权，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因为我们透过读圣经是我们的生活的根据，它不只是道德的，更是伦理的，更是信仰的见证。见证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见证他的话语对我们的有影响，然后我们一起服侍，万民皆祭司。在周报里面有一张名单，2页，里面有很多的人的名字，他们是祭司的名字。有一天我们的后代也会把我们的名字放在这里面，纪念我们所做的。那一种万民皆祭司是过去的信仰传承，也是今天的，也是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你会影响下一代的人。过去我们在49号做礼拜，后来我们去年前年我们买的这一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敬拜，多了一个敬拜的空间。期待楼上的人，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他们都能够看到这里是万民皆祭司。所以当我们在上帝的门内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恩典的门，邀请别人跟我们一起往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往耶和华的殿去。所以刚我们所读的圣经版本不一样，但是我用最传统的我们和合本所说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请你仔细看，我用那个女生的你的门内，你的门内，其实这是一种妈妈照顾孩子，教会培养信徒的概念，是一种母亲的。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周报写，我们的教会的同工银如，她生产了一个孩子，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被保护。我们在教会信仰的群体里面被保护，我们的脚在门内，就如同小婴儿，他的脚也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被保护。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经文告诉我们说，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家族，是一个支派，是全部以色列12个支派，大家往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称赞耶和华的名，是称赞。去的目标是为了称赞。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来看今天的讲员讲得好不好，今天带诗歌的长老同工带得好不好，是透过服事要看见上帝，然后我们带出对上帝的称赞，而不是说哇，今天讲到这阮建民讲得好烂哦，还是讲得好好哦，都不重要。是上帝的名有没有被称赞？所以耶路撒冷、迦南教会都一样，我们是称赞上帝的名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传统，也是万民皆祭司的传统。诗人继续写到说，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也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我们最后来读这一段：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所以从刚刚那一段是讲要称赞耶和华，后一段是要为你求福。在上帝的圣殿里面称赞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殿里面为旁边的人求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跟你旁边的人说：平安，我要为你求福；平安，我要为你求福。你知道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跟我们传统的民间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一个这里，不是神明的问题而已啊。更重要的就是说，去庙里拜拜的人不会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拜什么，我帮你拜一下。我把我的准备的鲜花素果送给你，让你去拜一下，假卡拜呀，没这种代志啦。庙里的人拜拜只为了自己求我的，因为神是有限的。我若为你拜一下，福气就变你的了；我要为你拜一下，福气变你的啊！我拜什么？因为他们的神明是有限的。如果你敬拜的神明是有限的，那样的神明不用拜，因为那个叫做有限神明。就像公司是有限公司，上帝是无限的。这位上帝是跨过时间的轴线，跨过空间的有限，他到今天无限。因为这个无限是透过他自己，也透过其他的人。所以我们为旁边的人祝福的时候，那个祝福是带出一种宣教的力量，不是我好就好，是共同都好。甚至是为你求福，大家为你求福，而不是只是你为我求福而已。所以这是信仰的一种见证。所以刚刚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站在上帝那一边，但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礼拜在不同的教会分享上帝的话语。很多教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在3年过去、4年过去之后，还很多的教会还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况，因为很多人还会担心、恐惧、害怕，所以不敢参与在这种公众群体的当中。问题是，你的生命的方向不是自己封闭自己就可以躲避，要往哪里去躲避这些灾难？要往哪里去逃避这些有形的跟无形看不见的困难？没有一个地方。我还记得我成长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句标语，可能上了年纪的人就知道啊，叫做“来台大，去美国”啊。会讲这句话就代表至少5年级以上的啊。那一种思维就是台大最好啦，去台大你的人生就胜利组啊。但是读台大的还有很多失败组的，对不对？不是每个人去台大就辉煌腾达。因为我大概20几年前在台中在做游民关怀游民的街道，有一个人穿着很体面，然后就是游民。我跟他聊，哇，你怎么懂那么多？你所读的都是哲学家，你哪里毕业的？我台大哲学系啊，当游民。我关心他，跟他聊哲学，哲学只是神学的祭酒，聊到最后是人的问题变成神的问题。所以如果只讨论人的时候，人到最后你会乱掉，因为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哲学的思想只是人本性的延伸而已。所以谈到最后就是，那你的生活的目的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你要抓住永恒的意义。隔了几个礼拜，那个台大的哲学系的毕业生校友已经40几岁了，就不见了。他可能已经去想生命的意义了，不是在想人的问题了。你的方向在哪里？你的意义在哪里？你的价值在哪里？都不是用人的角度，而是用永恒的角度。上帝看你为宝贵，上帝要你在他的门内。上帝欢迎你进入他福音的宴席，这是你生命的方向。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诠释学大师，诠释学是比心理学还要再更高一个，就是解释所有的各种层面问题的解答，要用诠释学的方法。它基本上是跨科技的一种整合。这个人，你看他的年纪，这个人叫做嘎德玛。你看他是1900年到2002年，活了102岁啊！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影响国界。你有兴趣，你 Google 他。他最有名的书是1960年写这本《真理与方法》。他讲一句话：
成为一种经典啊。他说，站在真理的前面，我总是站到错误的那一边。不讲上帝，是讲真理、真实的那位 truth， 那位真实的上帝。站在上帝的面前，站在真理的面前，总是站在错误的那一边。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影响国际学界的人，他说他常常站到错误的那一边。其实这跟我们生活的常规一样。你有没有听过闽南语有一句话说“乍哪知”？我早知道，乍哪知就是怎样？乍唔知啊，就是站到错误的那一边了。乍知个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常规常会是这样子，站到错误的那一边去。问题是哪一边才是对的？对以色列人来讲，对的就是在上帝的门内。所以他们一年有3个重要的节日，叫做住棚节、逾越节，传统上旧约叫做七七节，后来到新约改名叫做五旬节。这3个节日是要到圣殿去。开玩笑说，一年只要3次去做礼拜，哇！那我们的教会就怎样？很少人了。一年只要来做3次礼拜，到耶路撒冷圣殿。但是其实他们每一个日期，通常在礼拜5安息日开始的时候，太阳下山，他们就要到会堂里面，要在圣殿，要在家族里面的神圣的空间去聚会。所以每个礼拜都一样要聚会，只是一年有3次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所以到耶路撒冷圣殿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刚刚我们的同工都会说，那是大日子，是我们要选举牧师的日子。但是其实选举牧师是一件重要的，只是信仰的教会的体制而已。真正的大日子是宣讲上帝的话语，那就是大日子。因为当你宣讲的时候，别人听见他得救了，那才是大日子啦。基督徒有2个生日，一个叫做你出生的日子，另外一个生日就是你受洗的日子。你记得你受洗的那个日子吗？那个才是你生命的大日子。出生只是人的自然的现象，但是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时候，那个是大日子。所以每一天你要期待有人因为你的话语，他的生命重生，他的生命像被上帝的话语给洗礼了，像你愿意决志成为基督徒，牧师为你洗礼的时候，那个大日子。下个礼拜另外一个在教会的节期上，一个重要的就是那是棕树主日。棕树主日是喊和散那和散那，耶稣要登基，耶稣要做王了，那个才是大日子。选举牧师，有一天牧师会退休会离开，那些都只是教会的体制。所以重要的日子是呼吁大家说，下个礼拜很重要，因为我们要选举。但是更重要的是，下个礼拜是和散那和散那，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圣城。所以今天我们要读这一段经文，我用3段哈。一开始先用诗篇121篇，刚刚在台语礼拜起英文就是读这一篇呐。121篇、22篇、123篇的第1节都是你的方向。121篇第1节说：“我要向山举目，因为耶路撒冷就在山上，所以我要向山举目，看着耶路撒冷的那座山，往那个山的山上走。”然后122节说：“我要往耶和华的殿去。”已经到耶路撒冷了，但是还要往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的圣殿去。123篇说：“我要向你举目”，意味着再进入到上帝的城内，到圣殿内，我要向你举目。一次又一次，因为方向正确，所以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内，进入到上帝的圣殿的门内，进入到这个门内之后，看着上帝，举目向上帝。所以在这个门内有很多喜欢的。你来到教会，你喜欢什么？喜欢长子们问候你、关心你、为你祷告。喜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礼拜的前面一段就开始有敬拜赞美，然后可以祷告，为自己的病痛祷告，为别人关心代祷。因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是平安的，
我们喜欢唱诗歌，有的人在家里面有卡拉 OK 可以唱诗歌，现在是手机就可以唱歌。很多人很喜欢唱歌，喜欢唱一般民间的歌，或者是你看电视MOD， 至少我家装的是 MOD 就有好几个频道，怎样？你会看到不认识的人，他会写说他是哪里的人在唱歌，然后你就听他唱，有的人唱的真的很好听。有一次我们家就在看看，我说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唱的怎么样。我够歹听那家敢唱，但是人家唱歌的人唱得很开心啊，他以歌会友，所以唱诗歌是很喜欢的事情。问题是唱什么歌？基督徒我们唱圣诗、唱诗歌，对上帝敬拜、对上帝赞美，这是我们喜欢的。待会我们要唱哪一首《眼光》？眼光也是一种回应，你的眼光是一种生命的态度高度，还是有水准没水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再来，我们看到说诗人所写的诗歌里面写到说，耶路撒冷这个门内有什么喜欢的？因为它门内联络整齐，很好，很高尚。更重要的就是那个建造联络整齐，意味着没有歪七扭八。我刚刚在看我们的地毯铺得很好，这个就像是联络整齐。如果没有铺好的话，就会歪歪的、扭曲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在盖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即便是连地毯监督的人、监督的同工、杠杆啊，就会看是不是有做得好。联络整齐很重要，就像连椅子排在一起，联络整齐，排得很正，排得很一排一排排得很好，这个叫做联络整齐。我们都喜欢看到很好的。如果你的家乱七八糟，你的房间乱七八糟，我们可能就不喜欢。因为那没有整齐，所以包括我刚刚说的穿着很整齐，这都是很好的。所以诗人在教导一种道德礼仪，不只是对上帝，也是对人的影响。所以节期往上走，上行爬坡很累。你如果登山，你就知道往上走是很喘的、很累的，又喘又累，还要唱诗歌，哇，那真的是很不喜欢。你如果带小孩子上山，小孩子一定2-3下就可以说好累哦，不要走了，满头大汗。所以小孩子会很直接的就抱怨，因为累的事情很不喜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这些诗歌的时候，会体会到底什么是喜欢跟不喜欢。当诗人说喜欢、感谢、赞美上帝，他把整个信仰的层次带到最高峰，是欢喜、感谢、赞美神。这是诗人所喜欢，弟兄姐妹也喜欢，也是上帝他所喜欢，上帝你所喜欢的。所以门内有什么是我们喜欢的，但是有可能在这个门内有我们不喜欢的。在你进去家门里面有你喜欢的，进入教会有你所喜欢的，可能也会有我们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就是什么？不平安。没有人喜欢不平安，所以我们对不平安就打一个叉叉。吟唱赞美是很喜欢的，但是同一张嘴可能就是骂人、指责别人，这个咒骂我们不喜欢，我们更不喜欢别人咒骂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嘴巴少了唱歌、赞美、敬拜、说感谢、鼓励的话，只是咒骂嫌来嫌去、嫌东嫌西那个可能对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不开心。咒骂别人的人，自己的心也苦毒，也不会多好过。所以咒骂是不喜欢的。我们接着看联络整齐跟乱七八糟，这个刚刚有述说过。我们只要觉得说杂乱无章，这不喜欢。今天如果这个椅子乱七八糟摆在这边，进来要做礼拜，你也会觉得说这样子不好。上行出外要花钱。有的人现在觉得经济很不稳定，所以怎样少花钱，所以可能要奉献的时候也要掂一下、算一下，跟上帝计较一下，跟商家计较一下，计较到最后，可能连感情都计较掉了。多少婚姻破碎的家庭就是爱计较。所以花钱、用钱，这都是生活当中所会经验到的。
所以包括到耶路撒冷敬拜，有可能都会斤斤计较，要用多少钱，花多少钱，不平安就在当中。感谢赞美应该是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自我中心，我，以我为中心的人，到最后就怎样？没有上帝。就像我刚刚在讲的那个哲学系毕业的台大校友，我跟他谈的时候，他都在讲说，我怎样，我读了谁，我读了叔本华，我读了谁的哲学思考，我，到最后，他只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他所拥有的思想。他的家人，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他的家人说：“受不了他的思想。”大家就跟他吵架，吵到最后是他离开家，他住在台中公园的更楼，那是游民半夜才会聚集的地方。我在半夜的时候送棉被、送红豆汤、热汤，特别是在寒流来的时候，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关心这些游民。后来认识他，有机会跟他分享福音，分享人的有限。所以这是生命当中的喜欢跟不喜欢。喜欢只有自己的人，到最后会被家人赶出去，因为他自私。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诗人在跟弟兄姐妹提醒，一种是节期的，不因为是七七节、住棚节，或者是因为五旬节这些节期而上耶路撒冷，有节期的关系，但是也有一种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节期而上耶路撒冷，这是宗教的一种节期的导向。另外一种导向是彼此弟兄姐妹、家族的人一起上去。所以你还记得耶稣曾经发生一个故事，耶稣12岁的时候是不是上耶路撒冷去？就怎样？结束了，大家都回家了，就耶稣的爸爸妈妈就怎样走了一天，说：“晚上要睡觉了啊，耶稣嘞，啊，我们家的耶稣，12岁的耶稣到哪里去了？”问了所有的家族的人，什么兄啊，什么嫂啊，什么姐啊，什么姨啊、姑啊，为什么？就是家族的人一起上去，所以家族的小孩子大家就玩在一起，问一问小孩子有没有看到耶稣？没有嘞，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他。大人呢，没有人看到他，因为大家走在一起呀，就问了一堆，一天都没看到啊，是呀，耶稣要搁在耶路撒冷，他们就赶快怎样，再走回去，走了一天。又走回去一天，第二天我们才看到耶稣，因为那是节期，但是也同样的关系。问了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没有人看到耶稣，所以这是在提醒说，信仰不是只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家，是家族的，是支派的，是全以色列的。同时间，它也是一种技术性跟适应。在这边我们看到，节期是很有意义的。它关系的是一种透过节期而带出大家因着这个节期而努力，就像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就是华人的新春。我们过年呐，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逾越节就是在上帝创造以色列人之后，让他们到埃及去做奴隶，然后在埃及当奴隶之后怎样？他们要离开，所以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号，是属上帝的，在他们家的门就会用羊的血做一个记号，天使来了就逾越了这个家，让他们平安。没有这个记号的，就有遭殃了，就有困难了，就有灾祸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们知道他们被保护，所以逾越节是代表一种新的生命的开始，就像我们在过新年一样。逾越节是欢喜快乐的，就让华人说本来有一只年的怪兽，然后会吃了人，所以当年过了，那个怪兽走了，我们就怎样出来放鞭炮，大家欢喜快乐过新年。所以这是一样的一种节期的意象。这种节期的意象本身也延伸出来，变成为了守这个节期而有体制。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体制当中来举办活动，包括下个礼拜要选举牧师，用主任牧师之后，我们可能小会就会说，牧师你要聘几位成为牧师团的团队，跟过去好几人，我是1992年在这边
那时候的牧师是陈道雄牧师。在我来的之前，我还记得有一位叫做林峰牧师，还有一位叫做陈怡之牧师。那是迦南教会第一次3个牧师的团队。之后又有庄德章牧师，有郑正仁牧师，然后有尤伯宏牧师，到这次陈柏志牧师。每一个牧师、主任牧师会有他的团队一起来服侍，所以这叫做教会体制跟透过体制而举办的活动，这些都是很重要。但是这是人的关系导向，有牧师的时候有牧师的关系导向，没有牧者的时候也有没有牧者的关系导向。但是我们都共同有着一个大牧者。我们的教会陈道雄牧师，他是长老教会唯一的一位牧师，当2次的总会议长。我们可以想见，1200间教会，每一间教会有一个牧师，要开玩笑说要轮也要轮1200年啊，才轮得到。所以陈道雄牧师，因为在迦南教会，他跟迦南教会的同工大家一起努力打拼。他是唯一160年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才160年，有一个牧师当了2次的总会议长，那是很特殊的。说优秀，真的很优秀，但是他的优秀不是他自己本身优秀，是迦南教会弟兄姐妹一起透过在这个教会体制之内，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打拼，一起见证。所以这个牧师的优秀意味着是教会群体优秀，但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陈道雄牧师的名字也在周报里面，变成我们所追思记忆的。刚刚礼拜完，牧师娘就跑来跟我说：“我没说平安，我有看到牧师牛，我把牧师牛平安。”这是因为在信仰群体里面，这样子的体制的关系，我们成为一个群体，彼此互相关心，注重的不是人际关系而已。更注重的是以上帝为中心。如果我们只是以人为中心的话，我们的祷告可能就是奉阮介敏的名，阿们。吃较歹的，对不？你奉阮介敏的名，我也连中午也不一定能请你吃，这么多人怎么请啊？对不对？所以奉人的名没有用，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因为以基督为元首。再来就是，当我们在服事的群体当中，有一种技术性的往往就是问题。没有牧师，我们就透过聘请牧师把问题得到解决。透过需要有人关心，你关心不足，我帮助更多的人一起来关心，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这种技术性的都容易，就像你去上班，你不会的就要去问别人，或者自修自己学习，把问题得到解决，好让你的工作能够稳定。好让你的生活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所以技术性的都通常容易，但是问题比较困难的就是适应。我们往往很难去适应，特别是越活越僵化的时候，很难改变你的行为模式、你的思考模式，进而变成是组织的改变。所以刚刚陈柏之牧师他在分享他的短期、中期、长期、平日的跟将来的，到最后还写了退休。老实讲，我们每一个牧师都期待在一个地方服侍到退休，但是不一定都能够如我们所愿。所以思想、行为都是努力的目标，但是也透过组织的群体运作，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各位同工弟兄姐妹，适应是不断的一种调和。结婚前跟结婚后那种适应挑战更大，所以适应不来，离婚。这变成是一种常态，因为我以我自己为中心，不是以对方和一起生活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到最后走向离婚是常有的会有的模式。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要问的一个问题说，你有喜欢在什么？是你的喜欢还是上帝的喜欢？我们是否有进入上帝的喜悦，在他的门里面，以他的喜悦成为我们的行为模式？如果你是用上帝的喜悦，你的生命的宽广就不一样。在他的行为模式，不是我的行为模式，是耶稣基督的思考，而不是我的思考，然后改变我们，改变群体，让你跟我的喜欢变成上帝的喜欢。所以这是门徒一直在学的。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
门徒学到最后呢，大家都怎样？离经叛道了。犹大就怎样学？耶稣很会让没有变有，所以钱能够变更多更好，所以出卖别人拿到更多的钱，这是犹大的学习。彼得的学习是耶稣，你很强很壮，我也要跟你到底。别人要怎样我就怎样，别人要抓你我就拿刀起来砍。这是彼得的莽夫之举。可是当他改变之后，他学到耶稣真正的喜欢。各位同工弟兄姐妹，每一个门徒都学到某个片段而已，但是真正的是不断的淬炼，在他的门内，我们真正的学习。所以在门内真正的欢喜是什么？是教会的传统。这个传统包括圣经的传统，透过圣经来理解在这个时代。就像我们的教会一个礼拜堂，但是一个教会有2个礼拜堂，我们有2楼的礼拜堂，也有这里的礼拜堂，这就是一种新的诠释。为什么就要花那么多钱干嘛？为什么不花这些钱去救济穷人？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现在在做礼拜那边空着，那些钱太多哦，要不然捐给圣经学院好了。圣经学院现在还负债2000多万。对，我们往往会觉得说看到需要的，但是真正的需要是我把自己奉献在上帝的面前。当你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你成为这个圣殿的一个部分，这就是诠释经典。你已经成为见证上帝话语的一个部分了。所以各位同工弟兄姐妹，你参加台语场跟参加华语场都是在见证。你用有限的生命，有的人可能已经不习惯听台语了，因为生活当中，甚至有很多在台北的人，他们说回到台湾已经习惯听英文了，所以会参加早英文礼拜。OK。我在新竹遇到很多竹科的工程师，他们在美国，他们回到台湾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在圣经学院的幼儿园上课，他们问我说：“这里这么好停车，因为新竹很难停车，所以圣经学院为什么不办英语礼拜？”我说：“台语个无啊，搁得教你英语。”系啊，个无台语礼拜，搁得英语礼拜。因为圣经学院以前的传统就是，老师学生通通到礼拜六、礼拜天就是到各个教会去服侍了。没有在自己的圣经学院里面做礼拜，所以没有台语礼拜，没有华语礼拜，当然更没有英语礼拜。但是重要的是，传统赋予了新的诠释。迦南教会以前叫做我们的其实全名叫做桃园迦南教会，简称叫做桃家。那有历史典故，因为我们从桃园教会出来，我们觉得应该有带出新的见证，不是传统的那种思维模式。所以当桃园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一部分的人从桃园教会来到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一种新的气息，就是一种真的是把福音见证带出来。所以陈道雄牧师来的时候，开始推家庭小组，开始推那个珊瑚的训练。我告诉你，我当神学生，我觉得说我读好多的圣经，我神学知识装备了3年。可是来到迦南教会，看到长子同工跟别人分享福音，我跟着他们的这种出去珊瑚的培训，我去听在丢了工，家己性命来见证，我听了我都很感动。然后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福音不是在教会里面，福音是透过人出去宣讲，把传统的教会因为逃离了一种固步自封，我不是说桃园教会就是都不对，而是新的一种眼光，觉得应该不是守在教会的传统，所以那群人叫做逃家。我觉得很有意思，逃到迦南地，建造一个符合经典的一个教会，我觉得这是一种见证。但是真正的那个见证是代表 being 跟 doing， 我用所思跟所为，我们都是 being， 你的存在就是你存在的事，这个事是代表你所做的也是事。being 跟 doing 让你的行为跟福音相称，这才是宣扬上帝话语的地方。各位桃园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今天也刚
进来的同工，欢迎你们，真的是让我们所在的地方是 being 做对的，而不是做错的。还记得那位诠释学大师说的吗？在真理的面前，我总是站在错误的一边，因为选择错了是代表人的有限。我们既然站在上帝的恩典的门内，就是跟上帝做一样他所喜欢的，这个才叫做 being。我们的存在有意义，我们的 doing 所做的是能够见证上帝的话语，所以这是基督徒最美的见证，让你的行为跟你的福音相称。但是这不是个人的而已啊，也是群体的。个人的信仰所为所事都是好的，但是群体更应该是如此。所以我们的教会就从5楼到变成8楼，甚至变成在这个地方又花了几千万买了这一个空间，然后装修也就花了2000多万了呢。你们应该就看卡楚格赫啊，2000多万给圣经学院，我就打平了。不会常常为了钱啊到处募款啊，好累好累。所以你们应该可怜这个弟兄吧。但是做这地方很好啊，让更年轻的更喜欢这样子宽的，因为过去我们的那个礼拜堂是直的，坐在后面的看不到讲员啊，坐在台上3楼的其实也会被遮住啊。在这个地方几乎没有死角啦。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投资购买，然后让弟兄姐妹大家能够彼此，除非你故意的躲着讲员啊，要不然的话坐在这个地方都几乎都看得到。这是一种信仰的群体，一起努力。所以在门内有欢喜的，也有喜欢的，但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上帝耶稣基督他是在你的门外，还是在你的门内？同样的，我们是在上帝他的门外，还是在他的门内？这是一种双向的。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他在我们外面，我也在他外面。这就是不好的。所以是好的 being 跟 doing， 还是不好的 being 跟 doing？ 所以在这边新约有马太福音到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我就用马太跟启示录2段经文来做诠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黑色的字，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说，你看耶稣跟我们说这些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就给你开门。然后呢，启示录是告诉我们要去做的。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红色的字：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耶稣叩我们的门，有听见就开门的，他就跟我们一起享受那个永生的福分。这是启示录对普世的，对所有的弟兄姐妹开启这样子恩典的门窗。所以耶稣在我们的门内，也在我们的门外，希望从门外到门内。你在耶稣的门外，你去叩他的门，就要寻见，你就可以进入他的门内。所以耶稣在门外到门内，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所在之处，虽然有时间跟空间的不同，明天你一样要上班，空间一样，但是时间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虽然明天还是一样 Blue Monday， 但是会不一样。因为今天透过经文来影响我们，在你所到之处继续要叙述跟聆听。就像当年我在迦南教会听到许许多多人的那种生命见证，我觉得很受冲击啊。那冲击是感动，也是觉得这个教会会不断的进步。愿你的生命有聆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你也叙述上帝影响你的生命，你也去叙述说给别人听，让别人跟我们一样进入上帝的门内。当基督的福音被人家听见的时候，因为有人诉说，有人说，我们就听见，让这样子听跟说的，真的是经验到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愿我们的教会每位弟兄姐妹继续努力，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真实有快乐跟平安，每个地方都会有冲突。现在包括以色列，很多人不去了，因为冲突。
我还记得大概20几年前，我第一次去以色列，他们有一个活动，邀请台湾的同工去，所以我们被邀请就去，然后他带我们去一般观光客不会去的地方。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你们去过那些地方，那个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那是以色列军方允许才可以去的地方。某些古迹是被保护住的，但是在那重要的，即便在那地方多神圣，以前在圣经里面多重要，但是只剩下废墟而已啦。不保护的话，回教徒就来破坏，破坏之后，以色列人的那个神圣的空间就怎样？没了，遗迹而已啦。上帝是平安的上帝，但是因为这样子而变不平安的时候，那些东西是可以被拆毁的，因为那都是上帝的创造，每一个地方都是最美好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去以色列，可能家人都会告诉你不要去，因为那边怎样太危险了，因为以巴冲突都还在。开玩笑说以色列的狗跟你摇尾巴还是冲突啦，冷笑话。最后我要邀请大家来读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122篇。诗人是如此的提醒说，称赞上帝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为你求福。我们一起来读红色的字，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你跟你的旁边的人说，我要为你求福。愿平安在你中间，愿平安在你中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平安在我们当中，愿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愿我们的眼光是透过诗人的引导，让我们经验到上帝的同在。愿这样子的眼光让我们知道，困难没有多困难，因为有你的恩惠与我们同行。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透过神你自己的话语塑造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门内，在你的平安当中，在你的永恒当中。祝福我们每一位属上帝的儿女，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要成为平安之地，因为我们为别人求福，我们为别人求平安。愿平安在你中间，愿平安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缘故，我们要为更多的人求福气，是上帝你所喜悦的恩典。愿你的恩膏临到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借着诗人所写的诗，提醒我们每个人、每个家族、每个支派、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们，我们互相连结，像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建造，是整齐的，是带出有精神与影响力，保守我们的生命满有基督的香气，赐福于我们，好让人因此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为我们和我们左右坐在我们前后的弟兄姐妹摆上祝福的祷告。愿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同声说阿们。阿们。我们的口要继续来赞美神及称颂神。我们现在请一起站立，我们以这首歌来回应神。不管黑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我们从头再来一次。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
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心里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艰难，但是因着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力量，凭着信心跨过艰难。愿当日感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跨过红海的力量与你们同在，有这样子的属天的眼光，也像当日带着征战的力量的约书亚跨过约旦河。愿所有的艰难困苦，因为有上帝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赏赐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属天的眼光。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真理的耶稣基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在你的门内。愿天父上帝永恒不变的慈爱保守我们在你的门内。愿上帝的圣神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引领我们进入上帝你的门内，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起来拍手。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再一次，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哈利路亚，赞美神！今天礼拜就到这里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请帮忙收椅子，谢谢。